各位，喺北京最後一批奧運門票發售，過萬人排隊，情況混亂。期間，本港記者被公安粗暴對待，阻止採訪。有電視台記者被公安箍頸同推落地下。南華早報嘅記者一度被公安扣留。由簡學希報導。當時有民眾起哄，記者正在採訪，大批公安突然埋嚟阻止拍攝。本台嘅攝影師被公安強行由梯拉落地下。有線電視嘅記者就被公安箍頸同推落地。亦有報館記者被公安咬手臂同埋撳住頸部。你什麼號碼？你什麼號碼？混亂中，有電視台嘅攝影機被整爛。你們幹嘛？是你碰到我的手。我碰到你，你可以叫我。是你碰我的手。你可以叫我。我是在你的後邊。你拉我。我是在你的後邊。你拉上啊！我是在你的後邊。一名南華早報嘅攝影記者被公安帶走。公安冇解釋驅趕記者嘅原因。都到警戒線以外。到警戒線以外。沒有驅趕您，請您配合我們工作。我沒有驅趕您，我請您配合我們工作。好，你在回去，你沒有驅趕我們嗎？沒有，沒有。好吧，行，好吧。這是誰發的指令？麻煩你跟我們說一下那個。係啦，沒原因。那我們怎麼走？那我們跟我怎麼樣去公訴解釋？為什麼我們是國家有同心的地方？北京奧組委派人到現場了解，而香港嘅記者就被要求到遠離排隊嘅位置繼續採訪。Now 寬頻電視記者簡學希報導。新華社報導，被拘留嘅南華早報攝影記者踢傷咗民警嘅下體。南華早報發表聲明，話攝影記者喺推撞之中無意碰傷警員，去到醫院向對方表達歉意之後獲釋。又認為攝影記者當時只係履行職責。由何子琪報導。民警阻止記者拍攝，並將本台嘅攝影師由梯拉落地。混亂間，警員被攝影機撞到頭部，當佢抬起頭，就衝埋去捉住南華早報攝影記者黃志強。混亂間，雙方發生碰撞。黃志強被公安帶走，解釋點解會踢到公安。受傷嘅公安彎住腰，由其他公安攙扶離開。黃志強被帶到一間房，公安曾經要求佢踎低同埋跪低。新華社報道話，為咗防止發生人踩人事件，北京警方採取臨時管制措施。當時南華早報攝影記者進入咗警方嘅臨時管制區，警員勸佢離開，但係佢唔服從，並且用腳踢民警嘅褲浪，民警受傷要留院觀察。南華早報發表聲明，話黃志強係喺雙方推撞中無意間碰傷警員，其後去到醫院向對方表達歉意之後獲得釋放。黃志強會協助調查。聲明又話，發生肢體碰撞係不幸嘅事件，又認為黃志強只係履行攝影記者嘅職責。記者、警察同埋購票民眾都係有關部門未能夠合理安排有秩序售票方案嘅受害者。Now 寬頻電視記者何子琪報導。
黃志強話：被公安問話咗6個鐘頭，簽署協議書之後離開。協議書並冇提出會被起訴，未來幾日仍然會留喺北京採訪。當時係個問話大概由10點半至到4點半左右，咁但中間其實好多時間都會係等一啲等嘅時間多啲嘅。口供寫完晒之後就寫咗一份書，一份協議書咁上下嘅嘢啦。咁樣就個內容主要係講翻我當時做嘢嘅情況啦，點解會去到嗰度啊，同埋有警員受傷，可能係因為受到我嘅整到而受傷咁樣樣咯。香港記者協會以及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分別發表聲明，對香港記者接二連三喺北京採訪嘅時候被公安阻撓感到震驚同不滿，希望北京當局尊重境外記者嘅採訪自由。陳永林報導。本港傳媒到北京採訪，1個月內先後多次被公安以暴力干預，甚至被扣留。記協發表聲明，表示對事件深感震驚，又話事件反映北京收緊採訪自由。中央喺申辦奧運時候作出嘅承諾，亦都未能上傳下達。其實中央喺申辦奧運嘅時候都已經係作出咗承諾，即係會係即係給予境外嘅記者採訪嘅自由嘅。咁即係呼籲咧，就北京當局咧係即係盡快係澄清呢個問題，同埋翻去佢當初作出嘅承諾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亦都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公安粗暴對待本港傳媒。對於有記者喺事件中被扣查，更加係唔可以接受，深表憤慨。協會話，香港記者一連2日屢被粗暴方式阻撓，令到國家改革開放嘅形象蒙污，嚴重妨礙新聞信息自由流通。要求北京當局嚴肅處理，並且盡快交代事件，確保境外記者採訪嘅時候唔會再受到阻礙。Now 寬頻電視記者陳永林報導。